歡迎大家收睇3月5號嘅大新銀行金融市場快訊，我係大新銀行高級市場策略師莫凱欣。主要貨幣今年頭2個月普遍上漲，澳洲央行掉頭加息，支持澳元領先主要非美貨幣。相反，英國工黨出現執政危機，加上英倫銀行減息預期升溫，拖累英鎊跑輸主要貨幣。近期中東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溫，支持布蘭特期油一度升穿每桶80美元。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聯合攻擊行動，伊朗隨即展開軍事報復。若果局勢未能喺短期內緩和，油價短線仍然有上升風險，或者有助支持產油國貨幣加元嘅走勢。另一方面，市場避險情緒短線回升，支持部分避險貨幣例如美元及瑞郎回穩。美元對加元中短線支持位係2024年9月低位1.342。如果美匯進一步上升，美元對加元唔排除回升至1月高位1.392。